这是点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对近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祈福；达赖喇嘛尊者出席拉达克郎登高级模范中学成立50周年庆典；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策略会议。外交部长诺增卓玛为西藏博物馆举办的西藏地图临时展览揭幕。日本西藏之家开办为期3个月的藏语培训班。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在台北出席第3届格鲁祈愿大法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8月10号，在印度中央直辖区拉达克首府列城的勤宫接见信众时，对近期在中国北部和西藏部分地区发生洪水等自然灾害中的灾民进行了慰问和祈祷。达赖喇嘛尊者表示：“那就白不恰恰呢，不够是讲那控制那个温雨我呢。” 가서 강에 먹고 채버리되 다 더럽게서잖아라 출로다 되게 애네 넘시 사다 되게 돈에 강에 먹고 채윤도 가서 심 나로라 강자 지자 사바심마도 다 재물이야 도고서나 편보용 사바데 자와 인지 적으면도 다 더리한다 고급 디스니 하다 있잖아 지기다 출로다 되게 잼배 지기 민망구 지기 가다 강에 채대샤 다 뒤에 믹스기 애니 섬수치기요 애가서 미식버리 애는 아주 뭐네 담말람 자로 강한 용어다 애한지 아주 지 그스 투도 지 배저고 돈에 현지로 진짜 또서 표도 손나 아주 가시 조시도 표기 자나가 이제 매마 교부디디 강에 시우지 차르샤다 넘식이 교회 gembe 제사 어디에 나 믹스기 melom유 아주 자부니 로동자의人이 저거 두무 뭐이 버지어리 가서 별에야 강에 제대로 차버리디 얘네들 치사의 상당나 미치규리 얘네 좀 뭐 지든 계획서야디 다 점물이 되가기 멤버 치슈 차대 열이 사들이 인도 오늘 저는 상물로 대시 기버주나 선에 melom geb되기요 애네 강에 차버리디 나 믹스기 애네 성수등기요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还通过官方就近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发表了声明，对遇难者进行了祈祷，并对人们的财产和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表达了慰问，并希望能够为救灾工作捐款。另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一8月7号上午，在拉达克首府列城出席了郎登高级模范中学成立50周年庆典暨2023年夏季辩论大会开幕式。当天，尊者向2000多名师生及15000多名信众讲授了由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及文殊赞，并观赏了当地学生和民众表演的传统舞蹈。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对境内藏人坚韧不拔的精神表示赞赏，并强调，尽管中共当局蔑视宗教，试图摧毁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但却未能如愿。而境内藏人坚定不移地追随和护持佛陀的教义，这与拉达克对佛陀教义的单一信仰非常相似。尊者还指出，纵观整个喜马拉雅地区，人们越来越注重源自古印度那兰陀的传承，因为这一传承的精髓是植根于道德、专注和洞察力的实践，而这些修持使人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内心的转变。达赖喇嘛尊者还向郎登高级模范中学的学生、教师和员工致意，感谢他们在过去50年的努力和奉献。
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也于本周一8月7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为期5天的策略会议。印度国会西藏论坛主席苏杰特·库马尔、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等多名议员出席了会议。在第一天的互动环节中，与会的藏裔议员和嘉宾讨论了印度的西藏政策，在印度议会中提出藏中冲突问题、中印关系以及如何提升西藏外联活动等议题。总部位于新德里的非暴力替代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丹登和雷文巴内吉分别就重审2022印度西藏政策和印度研究学者所著的2021年中国西藏白皮书《印度对华战略的启示》一书为题发表了演讲。本次会议是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举办的第3次策略会议。此前分别于2022年9月和11月在印度哈里亚纳邦和达兰萨拉举行。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于本周一上午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博物馆为该馆举办的西藏地图为题的临时展览揭幕。诺增卓玛部长在发表讲话时，对西藏博物馆为组织本次展览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强调本次展览是按照国际制图体系进行展览。他还分享了他对西藏地图重要性的看法，并进一步强调，鉴于地图可以讲述文明故事，因此必须在流亡藏人社区提高对地图重要性的认识。特邀嘉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官员次仁汪杰夏瓦在发表演讲时，分享了他对绘制西藏地图的认识，并强调要注重用藏语收集、创建、规范和理解文化和地理特征名称，以便保留地方的特征。西藏博物馆馆长丹增多胆则介绍了举办此次临时展览的目的，并讲解了此次展览的4个部分，即17至19世纪的西藏地图、1904年至1918年的西藏地图、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藏地图，以及西藏首都拉萨的地图。在此次展览结束后，次仁汪杰夏瓦将在藏人行政中央总部举办为期4天的有关地图测绘方面的培训活动。另外，位于日本东京的西藏之家于上周日8月6号在位于东京新宿区西洛河的办公室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周末藏语培训班开学仪式。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在仪式上致辞时，对参加培训班的日本、蒙古和中国学生们表示欢迎，并呼吁学生在周末藏语班不仅要学习藏语，还要学习西藏的文化和精神。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台湾格鲁总会举办的第3届格鲁祈愿大法会于本周五8月4号开始，在台北市中油大楼国光厅拉开帷幕。藏传佛教格鲁派甘丹东顶法王夏巴曲杰杰尊罗桑多杰仁波切主法，印度南部甘丹东顶寺前任主持强求缺丹仁波切和惹堆寺主持格西索囊坚参等高僧大德，以及台湾各佛学中心的数百位僧俗信众共同为台湾祈福，为世界祝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和佛法导师格西丹增南卓仁波切应邀参加法会，并向与会的高僧大德供奉了曼扎三宝。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